點樣去面對中年之後嘅衰退呢？你係咪工作狂啊？你又知唔知你身邊嘅人而家經歷緊啲咩嘢呢？或者你需要重建你嘅人生意義啊？好多人，特別係嗰啲一向表現卓越嘅人，40、50歲就會開始發現自己嘅能力減退，就算好努力都冇乜成功感嘅，而且人際關係都唔係幾好。人類大腦前額葉皮質係負責記憶、執行同埋專注，呢個區域咧係最先衰退嘅，令到中年之後快速分析、創新嘅能力變差，大腦揾資料嘅速度都減慢，工作能力明顯下降啦，又容易分心。之前達到嘅成就越高，衰退帶嚟嘅痛苦就越大啊！痛苦同你個人對聲望嘅情緒依附都係成正比嘅。研究顯示，細個嘅時候成日都俾人哋話係天才嘅人，到年老嘅時候，佢嘅心理健康往往係比較差嘅，因為好難滿足自己同埋其他人對自己嘅高期望。想要超越衰退，就要揾另外一種嘅成功感，唔好盲目追求以前嘅成功模式。首先要承認自己嘅限制，放低唔再適合自己、唔再需要嘅嘢，睇下而家嘅工作同埋生活係咪平衡。最緊要係重新建立之前忽略咗嘅人際關係，揾翻除咗事業成就同埋財富以外嘅快樂。呢個頻道係分享有關個人成長、情緒管理、親密關係等等嘅話題。如果你想安排輔導約見，歡迎你寫個電郵俾我。面對必然嘅衰退，有啲人會否認，會好嬲、好沮喪；有啲人就會消極咁樣去接受事實，認為老化都係慘嘅。最理想嘅就係接受過去成功嘅模式可能唔再有效啊！主動咁去培養新嘅強項、技能同埋思維模式。雖然衰退嘅過程帶嚟一定嘅痛苦，但係如果可以及早意識到其實衰退係一定嚟嘅，反而可以揾到新嘅人生使命，活得快樂。我哋嘅邏輯推理同埋靈活思考嘅能力，去到30、40歲就會急速下降噶啦。相反，我哋運用過去知識嘅能力會隨住年齡增長嘅，甚至去到人生嘅晚期都唔會衰退。例如科技創業家通常依賴邏輯推理同埋靈活思考能力，佢哋嘅巔峰期呢，大概喺20至40歲。而教學工作呢，就高度依賴過去累積嘅知識，佢哋喺60、70歲表現都係持續進步嘅。我嘅輔導老師而家都70幾歲，我覺得而家先係佢嘅巔峰。當你覺得你嘅邏輯推理同埋思考能力衰退，通常喺40、50歲，唔好試圖扭轉佢，因為咁樣會令到你好沮喪，而係需要轉型成為其他人嘅同行者，致力去服務其他人，透過忠告、輔導、建議同埋教學去貢獻社會，將你嘅注意力由追求名利轉移到去服務其他人同埋傳承經驗。你未來要專注做3件事：培養人際關係、展開心靈之旅、坦然接受自己嘅不足。踏真啲每一個經歷，佢哋都係你學習同埋創造自己嘅價值嘅機會。唔少事業成功嘅中年人生活都係過得唔係咁開心嘅，佢哋嘅婚姻、親子同埋社交關係都係好疏離嘅。呢啲人呢，睇事業成功緊要過人際關係，認為只有事業成功自己先有價值，失敗呢就好難受。呢一類人可能已經對成功上癮啦，追求成功帶嚟嘅短暫興奮，同其他成癮行為一樣，都係一種逃避。佢哋怕失敗，怕冇面，因為佢哋將自己嘅成功同其他人經過包裝嘅成功去比較。工作狂嘅人係冇力去陪伴親友嘅，就算休息緊嘅時候都覺得好焦慮嘅。當一個人唔考慮自己嘅完整人性，只係根據工作表現、職業地位或者外表嚟衡量自己嘅價值，會搞到 burn out、抑鬱，唔能夠熱愛自己嘅工作等等。你唔等於你嘅工作啊，
當你愛上自己嘅成功形象，而唔係自己，到40、50歲能力開始下降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失落，甚至唔鍾意自己。你要停一停，揾返內在嘅價值。當你將工作表現當成為衡量自己價值嘅唯一標準，根源其實係驕傲，太過渴望自己嘅卓越啦，變成工作狂，睇唔到其他人，最終破壞人際關係，令到自己痛苦。你要避免無謂嘅加班，睇下你同其他人嘅關係，確保喺工作嘅時間之外，仍然有精力去陪伴親友，同埋做自己鍾意做嘅嘢。如果你想戒掉成功癮，第一步你要承認自己對成功係無能為力嘅。你只要培養謙遜，對抗驕傲，唔使驚失敗㗎。失敗只係一種成長嘅經驗，唔需要用大屋、收入、職位等等嚟象徵自己嘅身份。當你嘅慾望不斷增加，你嘅滿足感就會不斷嘅下降，結果呢就會跌入無止境嘅追逐。踏入40、50歲啦，你要重新校準人生，減少啲不必要嘅需求。想要轉型成功，得到真正嘅滿足，就要揾下你自己人生嘅核心使命，放棄嗰啲虛榮嘅目標，專注日常生活裏面嘅小確幸，活在當下，從細微嘅生活奇蹟裏面揾到幸福同埋滿足感。讓我哋運用過去累積嘅智慧，好好去理解周圍發生緊咩事，特別係發生喺對你重要嘅人嘅身上嘅事。40、50歲面對能力衰退，要放低舊模式，戒咗嗰啲對成功嘅焦慮，轉型成為其他人嘅人生導師，重建同其他人嘅人際關係，確立新嘅使命。